香港人長壽，但中年以後，身體功能不免開始衰退。傳統健身只關注兩個極端：年輕人為主嘅健體或增肌訓練，同埋老年人復康為主嘅簡單運動。你有冇同感？艾格健瘦體適能訓練系統以強調整體功能性嘅科學訓練，創立咗 SMAP 5大訓練支柱原則，為中年及以上人士提供真正針對性同個人化嘅訓練，填補咗呢個大空缺。單一嘅運動項目無可能滿足中年及以上人士嘅整體健康同功能維護需求。艾格系統從各類運動中萃取其優點，並根據人體退化趨勢同中高齡人士常見嘅問題進行調整，以納入訓練設計當中。艾格健瘦體適能5大訓練支柱。S. 力量 strength 增強肌肉質量、骨密度同關節穩定，係整體健康同活動能力嘅核心。S. 耐力 stamina 提升最大攝氧量同心肺能力，係長壽同支持日常活動嘅生命引擎。M. 活動力 mobility 維護關節活動幅度、穩定性及功能，延緩退化，令你活動自如。A. 敏捷性 agility 以腦、眼、身體協調訓練以強化神經反應同協調能力，係延緩腦部認知退化同防跌嘅關鍵。P. 體脂 posture 改善你身體嘅長期不平衡、用力模式同減低疼痛風險，可以提升外觀並防止長期傷害。每個人因為生活方式、工作習慣、受傷史與體態狀況不同，面對嘅功能挑戰與目標都各異。所以，艾格採用個人化嘅訓練方案，以達至最有效果。不單止防止衰退，而係主動預備未來身體嘅可持續性。艾格體適能係你到中年後最需要嘅健身訓練系統。